大家好，喺呢條片入邊，我哋會一步一步教你點樣嘅 Log 360度微調你嘅偵測規則。佢精確度嘅偵測只會令你收到一大堆無謂警報，搞到你好啲。喺 Log 360入邊，規則微調可以幫你評估規則表現，根據你嘅環境作出調整，仲可以持續提升偵測準確度。以下就係你點樣可以喺 Log 360微調你嘅規則表現。首先，去到安全分頁冇管理規則，喺呢度睇返你想優化嘅規則。開咗規則之後，喺右上角嘅規則微調選項，佢就會彈出微調視窗，入邊有3個重點區域，我哋會逐一介紹。首先係預覽規則，佢會用最近嘅歷史數據去跑一次規則，顯示執行所需時間、偵測活動趨勢圖，仲有一個規則命中事件嘅樣本表。如果你發現查詢時間好長或者經常超時，通常就代表呢個規則需要微調。跟住應用建議嘅微調，呢個時候 Log 360會自動分析規則嘅行為，並且提出效能改進建議。你可以睇到每一步規則嘅建議。你可以驅逐個建議應用，或者用全部應用，一次過採納所有建議。最後就係設定例外。當你想減少誤報，但又唔想削弱規則時，呢個功能就非常有用。喺呢度，你可以定義特定欄位同數值，去排除你嘅例外情況。你可以用 and/or 條件疊加多個準則，精確自訂規則應該忽略咗咩？咁樣可以令你嘅警報保持乾淨，專注喺真正重要嘅活動上面。當你預覽、應用微調或者加重例外之後，記得要儲存規則。你嘅規則而家會運行得更有效率，產生更乾淨同更相關嘅偵測結果。就係咁樣，你就可以喺 Log 360入邊精細調整你嘅偵測規則。如果你想了解多啲關於 Log 360同埋佢點樣幫到你嘅機構，今日就聯絡我哋嘅技術專家啦。